咱请第一位的长老吼来为亚玲长老来分享吼，咱拍鼓欢迎啦！哦，哎，我现在是我来听。现在不会，这不会。还没等啊。本来吼，各位兄姐，我是感觉做潘哥因某袂歹啦，但是吼，但是这届哦，我感觉是真无好。这种好，因为吼4个丢咯，拢去问我讲，伊甲我讲，甲你排要排第几个？我讲当然嘛是上尾一个，前3个先讲。结果吼听讲伊去找另外迄3个丢咯，老排第1个。我讲哈，我做恁个就爱一定爱第1个嘛？伊讲无人要做第1个，你只好爱做第1个。迄阵才感觉讲原来做因某无好，爱顺吼，爱顺吼，做太太上。所以佫真奇怪哦。伊吼3个月前来讲，我要排恁4个讲话呢，我讲要讲啥？你来我题目啊？无排恁讲做长老的分享，吼，佫过2礼拜，即要到的时间讲，我佫问讲，恁题目是啥？恁着生活分享。哦，刚刚昨晡也问，无你是咧叫我讲啥？你想要讲啥就讲啥。性情感动的东西。我讲照问的爱讲偌久？伊讲15分钟。伊讲若以你的条件吼，可能2点钟互你会无够。刚才好，即摆无了解你。好拢讲我最爱讲话啊。好来。但是吼，我讲恁无感觉人吼第一次的印象都是人家告诉你什么，第一次是印象最深刻，对无？所以迄阵我甲3个月前啊问的是，伊就讲你就讲做长老的感想。所以那时候可以。对，那时候就刻印象觉得讲做长老的感想。那我就一直，其实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我做长老，甲即阵伊两个以外，到底我做的心里啊。然后我自己也很反省结果有4年啦，唔知几年，我无算。后来我就真的就去思考，我做了长老到现在，其实我真的很亏欠神的荣耀。讲这点我也一定要考出来啦。爱小，迄是做感动的代志，是讲我觉得我真的很亏欠神，因为我相信恁大家已经圣经嘛做很熟透了，常常嘛恁第一定听牧师咧讲道，伊所讲，就说要选长老。在圣经上，在好像提摩太后书那边有讲到嘛，保罗所讲的，爱选行为纯正、有好名声的，要有圣灵感动的。我的去数数，但系这几项我拢无，要安怎？你都有吧？真的我都没有，我都觉得没有，都有看到。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很亏欠神，所以迄阵甲我讲用这个时候，其实我一直跟主讲，我就亏欠你，我真的是要讲做长老的。感想就是亏欠神的荣耀，这是我自己很自责的地方，还不如当执事了哈。说实在，我那时候在当执事的时候，我真的是逼自己，不是说逼自己，就是希望自己在生命上有成长，所以我会规定1年一定要去放下电脑，放下工作，放下所有的杂事，自己一个人远离台北去那个造桥，佛光造桥去那边亲近神，整天除了祷告。然后还进食，就是祷告，听真理的话，读圣经，睡觉，起来，每天就13点就起来就去祷告，所以那种亲近神当执事的那段期间，反而是我觉得有认真有认真情滚住，但是做长老了，可能工作的忙碌就。很少再到祷告山去放下所有的杂事亲近神，所以让我一直觉得很亏欠神。但是一直说亏欠神也不行啦，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动。就我这次去菲律宾的一个叫巴拉望，那我有一个地方那边让我真的很感动，我的立刻当场真的是哭了。可是因为那是一条小船所以。自己感动，自己在那边哭，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地底河流，我们在那种去过。地底河流，它是在一个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反正就是
要做一条小船，上面只能坐8个人，然后菲律宾人用够准来狗进去，好，那地底河流，那进去全部都是暗的，就是一条河流，然后很长很长。啊，因为每个人都戴耳机，他会翻译吧，他是用中文讲，他就说啊，你往前方看，哦，有一个就这个钟乳石很像什么玉米啊，然后再往前方看，有看人跟他勾勒茶呢，他都用中文讲，一直深入的，可是他又要用他的手电筒照了你才看到，因为这个地理河流没有很宽，所以是很暗，里面都是暗的，然后。夜里面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地方，哦，那时候就真的好感动，我已经就哭了，我就觉得啊，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地方？到底是不是人造？我还问说是不是人造的啊？结果那个翻译那个购主的那个就他会讲英文嘛，就跟我们里面的人讲说那个是天然形成的，就有点像钟乳石慢慢滴水而成的。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景象？那个地底河流进去，然后它那个有一个地方是凹进去，然后是斜坡，上面就像一座城堡。那这个城堡上面就有很多哇，看好像小小的东西，然后在比较靠河边的河流旁边的地方就有一个耶稣的像。它那个地料真的太像了，你一看就是我们印象中的耶稣就是那样子，跟一个圣母玛利亚在那。当我看到那座的时候，哦，然后旁边又有。一根很大的柱子，然后上面有特别那个几颗那个，他们说那个是蜡烛点火，那个翻译机这样子。我看点就感动，为什么？我那时候的感动是说，在这么暗、这么深、这么暗的地方啊，怎么有可能会有连石头滴水滴乳滴到变成一个耶稣的形象在那里？哦，我那时候真的好感动，我只觉得说很奇妙。那不只是奇妙，我只觉得说这些到底有没有生命？这些石头或者滴下来的水，把它们弄成一个装乳石的那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生命？这个没生命的东西都能够因着主耶稣而活着，因着主而活在那里。那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就觉得啊，我们是有生命，我们是被主耶稣包围的人。但是我们是主耶稣用生命把我们救赎回来。然后我就在想说，但是那个地洞里面啊，那么暗的地方，还要用手电筒去照才看得到东西的地方，居然有耶稣在那。那时候我在想，他在那住金架行好，无处不在，对，连那个黑暗的地洞里都有他的存在。然后那些无生命的东西都还在赞美他，把他保，对，连石头那无生命的东西都在为他而活。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啊，兄弟姐妹，我自己真的很，讲到要讲这段时，我就说啊，我真的亏欠神的荣耀，都没有为主而活，连那个没生命的石头都在为主而活。那我们哦，真的是很，就更小了啦。其实我那时候在哭是为自己哭，感动的哭，我怎么那么丢脸？好。我刚才还要跟大家分享说，我相信咱在座大部分的人拢伫咱的教会已经足久了，对不？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成为一家人？我们在家是跟兄弟姐妹，自己的亲兄弟姐妹都是因为血缘成为兄弟姐妹。但是我们在教会，我们也都称兄弟姐妹。我们是因为什么成为兄弟姐妹？对，因为主的爱，因着主的蒙恩。哦，我们都是主所拣选的，成为神儿女的，所以我们成为兄弟姐妹。我们身上虽然是流着父母的血，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流着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那，我从小就很喜欢一个圣经的故事了。那因为成为一家人，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这是在我们长子里面在读那个基要课里面哦，最近的11课讲到服事，那也里面有这个故事我也是那时候跟大家分享。但是那个时间有限，因为2分钟而已，所以不能讲很多。今天听说有15分钟，这个故事我可以分享的多一点，就是那个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一家人。我要把它运用在我们是一家人里面。你看马大是姐姐，玛利亚妹妹，还有一个拉撒路，他们3个的性格一定是完全不一样。马大，但是他们一样都是很喜欢耶稣来到他们的家里。所以当我们都在教会聚集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耶稣都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也是看到我们来到教会，就好像耶稣在这里啊，耶稣你来了。所以你看有很多人的忙于做什么？哦，有的这些长老执事
服侍，不管在爱餐、在招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服侍，就像马大一样很忙。但是，其实我以前真的很喜欢当玛利亚，为什么？只要来立位在主的前面，就主啊，你赶快讲一些真理给我听啊，给我手头摸摸头，祝福我就好了。我很喜欢成为玛利亚这样的人，因为在圣经上那时候有讲，耶稣讲伊嘛是有得到伊应该得的什么福分，对不对？玛利亚已经得到他上好的福分了。所以不一定要在那边很忙碌啊。那我也不喜欢在那边一直做事啊，我也不喜欢记账，也不喜欢当出纳啊。可是不行啊，你就是在教会里，他们是一家人，里面一定要有马大有玛利亚。那我就分享说啊，其实每个人都一样，你们在座，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都一样，有时候要当玛利亚，有时候要当什么马大，去做忙碌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没有说马大会得到什么样的福分。但是我相信马大也是有他上好的福分，但是那个福分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因为耶稣没讲出来。所以呢，兄弟姊妹，有时你嘛就爱做马大啦，吼，互阮这丢肉，即是轮流做一下什么？玛利亚。但还有一个人，我们都忽视掉，谁？拉撒路。其实教会里有很多像拉撒路的人，我一直觉得有啊，拉撒路，你们那时候马大在忙着主东西，玛利亚在。那边听耶稣的时候，你们知道拉撒路在哪里吗？唔知，因为圣经没讲，但是我自己想象，他一定是也很开心啊，因为拉撒路也很爱耶稣啊，所以耶稣也医治过他。哦，他也是很开心的在那边，可能他已经在像小朋友啊、青少期这样在那边活动啊，对不对？在跑来跑去，一下跑到耶稣那边，一下跑到他姐姐，看他姐姐在做什么，煮什么好吃的，对不对？一样，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呢。因为他们是一家人，马大也不会说，啊那个弟弟拉撒路怎么不来帮忙？好，所以我就会想到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像拉撒路的人，他们可能看到耶稣只是很开心，但他未必会有那一颗渴慕耶稣的心，不像玛利亚是渴慕耶稣，不像马大是我要赶快去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你看他们三姐弟也是一家人，我们也是一家人。但是我相信他们也彼此互相包容。耶稣说的那句话以后，我相信马大也不会去说再叫玛利亚来做饭，来做什么事，也不会说啊拉撒路你去给他提羊提米手，也不会让他放任他在那边玩。因为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每一个人的行程，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有耶稣最爱的。耶稣爱马大的忙碌，爱玛利亚的安静，定睛望他。喜欢拉撒路的什么？不看耶稣在眼里的。我相信有很多兄弟姐妹来到教会，他也不一定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可能是要来怎样？跟朋友聊天啊，跟弟兄姐妹问安而已啊。他的心不在耶稣身上，对不对？像拉撒路一样，他来哇，在这里可以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啊，可以来学东西啊。他的心不在耶稣身上，但是我常说。教会的形成本来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彼此包容，就像你们包容我一样，让我在这里。时间到了没？包容我，不要。还没啦，因为我还有2分钟好。所以我希望在我们教会里面，真的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彼此包容。马大包容玛利亚，玛利亚包容拉撒路，拉撒路。敬爱姐姐，也包容姐姐，搞不好还说，姐姐你不要煮了，我们等一下跟耶稣去吃好吃的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多言语不必要的言语就不用讲，大家彼此包容。我相信我们教会会越来越复兴，人数不只是人数的增长，大家的属灵生命也会一起成长。那还有我真的就是要非常的感谢。弟兄姐妹们，你们对我的包容跟爱，虽然我是也没什么能力，说唱歌也唱得不好，阮爸讲我输会嘛输甲乱糟糟，常拢你真谦卑，常吼讲到袂记家要讲啥，所以谢谢你们都这么的包容我、爱我，你们就爱耶稣一样的在爱我，所以因为耶稣的爱在你们当中，所以最后一句话，祝愿大家。一切都平安顺利，神的爱在你们身上越来越多。
神与你们同在，祝你们一切都平安顺利，让你们凡事都兴盛，身体健壮，如同灵魂兴盛一般。好，谢谢。好。我常常也在包容我太太，她看她的角度回应她嘛。我想，我有包容我太太，也有了哈。其实彼此包容了，彼此关怀，彼此商量，哈。袂歹啦哈。他都我袂记讲一件代志，就是讲，这四位女生长老哈，只有一件事情不能讲，就老公的缺点今天绝对不能提。就这样子，我刚刚忘了讲，我请正梅长老来。我可能爱关心哦，他也不在，所以不会讲。刚好无我来讲就是，分享一下哈，就晚楼要回来啦啊，要讲就小讲一点仔不乖的吼。后来我讲吼，要转来他都去睡晚楼那一间啦。书啦安尼，书一直看了满山满谷。我咧礼拜就讲，礼拜就要整理，就一直到礼拜。下最后通牒哈，再全部都清掉。其实中间有一本书哈，这本我叫他不能丢了哈，就赞美的大人哈，这就不会错。我要讲的是讲，这本册里底其实深深的影响到我，跟让我很感动。先我讲个人的是讲，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程，我想每个人都有人生的特别过程啊，人生的高潮低潮哈。那我讲，不要说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在我人生。艺术单干妈公，最痛苦的2个时段就是，大概都在我2003年的卵巢癌，好，那最痛苦就是2013年、12年我女儿叫08癌，其实10年。那我意思是说，那时候会很生气的说，人家都会讲说，你都得癌症的经验，你怎么给他教，就是教怎样给安慰。事实上，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我宁愿不要这种的经历哈？那这本书事实上带给我很大的感觉。这个书我有看到一段，我很感动，就是说，其实我婆婆以前爱甲我讲一句讲吼，你不要在抱怨街上，你莫伫你要去学路过啦，唔好伫抱怨的道路上。所以当你要抱怨的时候，其实我会抱怨，我想上帝怎么会？我们晚上说他胡思很重啊，那我为什么得癌症？那我女儿也是乐团的团长，做那么多，为什么他会这么年轻得癌症？你也会很生气。这本书那时候我记得我看到就是当你在很多的事情，人生很多的事情，我们不一样的是说你要感谢而乐你人生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不要想要改变它的环境，那这样子神的大能就会显露，就会动工。这中间我是看到一个我是蛮感动的，就是说他是讲到说有一个太太的妈妈是，她的女儿是在夜总会跳阿哥哥当舞郎，在跳，然后他老婆妈妈很痛苦，但是这个牧师就告诉他说，你要为你女儿现在的情况来感谢神。他非常的生气，说，我查某囝做这种代志，那我还感谢神，不就是在感谢魔鬼，而不是感谢爱我们的神吗？但是牧师的教导不一样，他的赞美是要你为了你女儿现在的情况来感谢，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只会为好事感谢，为不好的事情抱怨，这是我们人的一个习惯。但是他就开始改变，他就说，你不要想说魔鬼一直掌权你女儿，你要想说神也有可能会改变翻转。所以这个妈妈就说好，我就试试，她就开始为她的女儿祷告。所以这本书让我看到说，从这个时刻，她女儿一样在夜总会，全身都是裸的，在那边跳钢管舞，是阿哥舞。结果有一个青年就这样走到她的前面，跟她说，耶稣真的很爱很爱。结果这女儿整个愣住说。来那么多的人，没有一个人要讲这个，都讲说你这个整个都是要摸他会干嘛？对。竟然有人说耶稣真的很爱很爱，就他说他觉得很奇怪。后来那个他说今天耶稣要将全备的信、全部的救恩给你，所以这女生就掉眼泪说：“我想要得到这个救恩。”那个男生的讲，他不晓得那一天为什么无意走过的街，他说上帝有声音催逼着他说，我要走到这个街夜总会，我可要跟一个舞郎讲说耶稣的故事的信息。
这个让我一个感觉就是，所以说，当他妈妈后来也觉得很感谢的，就后来那你们就是有回归，就是说，我们都一直想要为我们想要的事情一直祷告、改变、翻转，可是你有没有想说，其实当你放手让上帝去做的时候，其实上帝就是说，咱来接受咱目前的情况。其实我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或许你有债务，或许你有生病，或许你孩子的女朋友还没有信主等等的状况，你不要因为这样抱怨，我一直讲。其实你有时候，当你相信为这个情况改变，可能上帝伊有特别的能力，他就会彰显。你就是讲，当你相信说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那你也相信说，除非你若是不能相信说这是上帝在你身上一个。他特别，你要接受你目前的状况，目前我状态是怎样，你都感谢神。当你真愿意接受的时候，然后又能够知道是上帝计划的一个部分，那上帝就会在这他就会有能力能够，要不然上帝没有办法照他的计划来迈进，因为下一步是上帝你当不是你做代志，不是神，不是你在做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像婉柔生病，我也是那时候我觉得。最让我生气，最让我不是对神抱怨说，马街怎么可能做了8次化疗没有效？这个是让我非常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那也是啊，上帝没啊。但我特别选的那个院长，那时候杨玉珍也是得癌症，选那个御用的医生，但是上帝不可以医好啊，不好啊，也是正常的。但是当然感谢神，后来到台大去。我意思是讲，咱当下会很不能接受，上帝啊！但是当你懂得感谢，我跟婉儿讲说，上帝让你经历了8次的化疗，那么痛苦。那你本来那天去听马街是要讲，今日要庆祝，今日医生要讲你癌症没事了，我们要准备再吃大餐。结果那天从天堂掉到地狱，医生说你的肿瘤更大，哇，那就8次都没效，8次都没效，是更重，而且你几乎赶快转院，你赶快转到台大，转到荣总，我们马街我都医啊，几乎到这样。那我后来再回想，我说我们走过人生的主街，再回头观望的，就后来也离台大。再重做，其实我可能他打了化疗，不是像之前人家说3个小时，是打了96个小时，是连续拢无休过，就是这样子。那这当中过程当然很辛苦，但是后来因为医生，现在那个台大医生之前讲我不是要给你，反正我不是给你活5年，我要给你活超过50年，就是你要做骨髓移植，所以你用最几乎是末期的情况来治疗，就对，你要整个抽骨髓这样治疗。我意思是讲，后来我就讲了说，可能了哈，你被化淋巴癌也有可能，你可能做了前面把这做好，那也有可能5年后会复发。所以上帝让你经历，因为你年轻，那个医生说对年轻的他要救活。其实上次我看到那个电视有讲到姚明，他就是现在反正就是他就是专门在治这一方面去。不是，他的医生就刚好叫姚明的名字。然后我意思是说，像医生，你碰到医生，他帮助那个最年轻的癌症的女生或年轻人，他一定要救活他，所以他用尽他的心力会救助。今日你若较济，可能他没办法承受骨髓移植的那个痛苦。所以我就讲，那因为上帝就是看得起你，知道你有的办法，你有办法承受得起，所以呢，你第一次没有办法过关，就是上帝要应允你，无可能有复发的机会。我有听过有人又复发，然后你就是经过这个苦以后，可能就是在新的骨髓之后，你重新展现你的新的生命。所以我是觉得说，有时候面对难题的时候，我就是说没有关系，就是在讲了解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要相信，这个所有的苦楚都是自在自清的。那我们要更要有个芥菜种的信心啊，因为这个芥菜种是能够移动一座山的能量，那会让我们得到生命的启示。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生命的在外面更大。你讲到我做长老，我感觉我也是很不配的但是我就刚好有被，我觉得我当关怀部，我也觉得刚开始我是觉得我在上班较无用，我哪有法度去关怀其他人人家兄弟姊妹，我尽我的能力在关怀我比较属于，亲像我捌问咱大家姊妹，有人会甲你讲啥来讲，以前我捌人来姊妹这美我当时要去照大肠镜，请你替我祷告，我讲好，
过了1个月或1个，他说这没多少，你替我祈祷吼，我一定无代志。那我就觉得很汗颜，因为我根本忘记这件事情，也没有替他祷告。所以从此这个经验哈，我就开始记录哈，我帮谁一定要记得，下次问他什么时候。我的关怀过程，我是感觉真感谢主的是，在路我们当中，其实然后我们在这曾经我也生病过，我们在这一切患难之中哈，神就安慰我们。就像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苦难，我们才能够安慰同样苦难的。我讲一点，我就是说我在探访当中，其实得到很大的帮助。像探访甘基这，我感觉这是对我长老的收获。不是我当关怀部也收获很多。讲甘基这，伊安怎传福音，伊讲安怎帮助受理这因翁来洗礼，互迄个冠文因爸爸吼，他在危急的时候，他都一贯传福音，然后后来冠文他们家后代都有2个人当牧师，还是我听到。我咧探访关心中间，其实从兄弟姊妹身上，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安慰跟帮助，而且得到学习啦。像进行秋霞讲，我们的初信的秋霞，他在祷告在分享，他有幽闭症，他照核磁共振，他整个会崩溃，但是他想到耶稣，耶稣救我，结果他就平静下来，就顺利过了哈。这拢是为中间听到这种见证，所以我觉得说，还有秀英这一天，我去跟阿丽轩。一个看不见的人，他怎么样来烧一顿好料来给我们吃哈？季牧师要帮他写个故事，那我就觉得很感动。他还看眼盲心不盲，他还是可以做菜，可以这样。所以何况我们是眼睛很明亮的人。所以我觉得做关怀的时候，从别人把人的辛苦，让你看到了许多的见证。我们都是神的器皿，都是神的精兵，也是神要用的人哈。所以有圣经说的。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的云彩一般围绕我们，所以我们就努力的奔向我们前面的路程。谢谢大家，好。都还没有15分。我甲你比5分钟，是讲佫剩5分钟。啊，你要知道没有，还没。比5的时候这还有剩。没关系啦。没有，我补充啦，不是补充你的，我说哈。这一次为什么邀请4位女长老来做分享，不管是事工分享或工作上的分享。第一个是因为今年3月份的时候，魏长老已经有分享，不能厚此薄彼嘛，我们要对4位女长老好一点，对吧？第二个就是我大家在祈祷的时候呢，讲在3年前，还是2年前，他们都是以执事的身份，这4位长老都是以执事的身份，然后同时被选上长老。我相信。有他们的那一种感动，尤其他们第1年当上长老的时候，都有上面代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安息主怀大概将近有10个，他们必须面临到家庭礼拜，过来嘞，继生刚是什么礼拜？火炼礼拜，再来嘞追思告别礼拜，还有安葬礼拜，很辛苦哎。所以我想说，他们前面已经2个都讲过了，为什么都没有讲到这些？你们可以抱怨啊，可以发牢骚啊，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倾听你们啊哈！我不想再讲下去了，我就来讲。好了，谢谢。机会长来。第3号，谢谢。下面我刚才说不要排我太快，因为我说我还忙下面的那个第2堂，对，有想做事都是有始有终嘛，因为在我凡事，我们来讲凡事感恩，凡事感谢，凡事祈求，凡事盼望，凡事相信。我很喜欢这个凡事都要怎么样。我先讲我自己。先讲长老历程啦，接任这个长老，因为先生要退任嘛，那没办法，我们当执事，我们就好像理所当然，没办法，不得不我们就上来了。那上来其实坦白讲，从来没有教过我们怎么当长老，怎么那个做的，只是看之前的，可是看之前就是这样子。后来呢，就觉得哇，真的坦白讲，当长老是真的，我觉得随时要待命，随时碰到我们年龄，像今天站在上面的50多位，就是我们小孩子慢慢会长嘛，那当然年老的，当然是慢慢的，逐渐会凋零。那当然我们接任长老的职务，我们就是碰到，就是会有突然在最后一刻的时候，需要牧师长老，我们需要在旁边为他做安慰祷告。像之前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刚好是那个彩云姐的先生，汪正
生，好，汪正生大哥，一概真正有点哈，让我真的我就找不到，因为刚好那天又很巧，我们有3位长老都已经去那个双联教会，他们在上课，所以呢，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是春之节跟我讲，好，就是说汪正生已经不行了，好，已经要最后，那要期望我们牧师啊，哈，长老都赶快赶过去，而且在那个。在荣总医院，荣总他特别的这种 VIP 病房，好，那人家家属，因为他家属我们都了解，他家里面人知道，他所有子女20-30个都已经在那边了，就等我们。后来我接到通知时候，当下我已经说啊，赶快，因为这个是很难，因为我们要传福音嘛，我们要让他为信者的家庭感受到有这个基督哈，这个肢体之间彼此的连接，我们要把这个关怀哈。同哀哭，我们要跟他一起，哈，就是一起，我们感同身受，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快联络。后来那是真的还蛮惊险的啦，就是联络来联络去，后来还有就那时候因为龙斌牧师是我们小会议长，所以我也必须，因为那时候没有牧师嘛，我也必须要知会他，就是说啊，他讲那还有罗牧师有看到我的 line， 因为没办法打电话嘛，打给很多人都没接，所以当下呢就还有罗牧师什么的，然后就跟其他的在座的其他。一起开会的长老，后来我们就分头赶去哈。这当然就是一个，就是说知道长老，我就必须要有担负这样的一个，当万一这个会友要在临终前，我们必须要善尽，就是我们在一个教会用教会立场去帮助哈家庭啊，帮助他们整个从入殓、火化、安葬到一切的哈完成。那所以坦白讲，我们自己也感同身受，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看到这样子哈。家属啊，我们不仅要陪伴，我们要安慰我们，而且我们自己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都比别人还伤心，因为我的哭点很低，我很容易掉眼泪，我很容易看到什么，我看在路边，例如过马路，我看到那个长辈啊，在这样过马路，或是我去医院，带我婆婆带我妈妈去医院，那我看到长辈没有人，那我在那边走来走去，我自己看了，我自己都会心酸，我都会想说他的子女呢，他的晚辈呢？为什么没有随时在旁？因为你知道医院跟菜市场一样，跑上跑下，检验科，然后领药，然后什么的。我每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其实坦白讲，我自己都会觉得很感动。所以我要加倍，我自己每次说我要对我的妈妈，我要对我的婆婆更好，就是要像昨天我举一个例，昨天婆婆去感冒了，因为婆婆住满洲，所以可是因为我都有交代很多人要帮忙我照顾阿嬷，照顾我的婆婆，所以昨天当下赖现在太方便了嘛，所以呢就有我大伯的儿子必须开车，因为住满洲很好，可是交通才不方便医疗有生病就马上到恒春去。那其实我昨天就已经知道婆婆，因为已经有人带给我消息了，所以当下婆婆说，意思我们远在台北，其实她跟我们讲，意思说远火救不了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呢，后来我昨天打电话给我婆婆，我跟她说，妈，你这样我好不？吃药了，你爱去吃药啊，安怎？我婆吓一跳，我婆你哪会知？我就开玩笑，心如薄啊，什么叫你爱珍惜吃药啊？我一直在笑你在办我请问他有讲俚语什么啦，我听不懂，可是我就意思是说跟我们讲好像也没有用啦。可是我当下我就给他安慰听到我婆很爽朗的声音，我就比较放心了他看过医生也比较好。那所以就是就是跨步啦。其实坦白讲，关怀部我们知道这边那因为当时我说我为什么会来做这个爱餐会煮这个自愿应该是讲自愿。我当然是先召集说有志一同的，因为当我要做一件施工的时候，我一定要先问看大家愿不愿意要有人。就像我做宣道部。当初抽签长老的时候，因为我想我年纪最小，所以我都礼遇他们，礼遇这些哥哥姐姐们，他们先抽，先选，后来就大家最后是用选的，不是抽，因为没有他们就用选，你要什么部要什么部，礼拜部、关怀部，没有，对我没选，结果我就是绕到宣道部，那我就知道我宣道部要干嘛，就是每个礼拜要来4天的，至少来4天的，那很感谢主啦。时间上我允许，因为早上基本上我在用营啦，我早上是闲置在家都做宣道部我就是要来做社区的施工，刚我时间上允许可以。
那我又加上这个，反正宣道部其实关爱不足，爱餐也没有跟宣道部有关，只是我看到的，我刚刚讲，我看到长辈，每次我做完礼拜，我们是在那边会跟牧师一样，会站在前面跟那些长辈握手致意吗？那我就看到长辈离去的背影，我看得很感动，因为我都觉得这些长辈他们因为要中昼套中昼大家一个人来，等于中昼前还要去找物件煮食，安怎又要动就是觉得因为像我的妈妈来讲，我妈妈就很不喜欢在外面吃。以我妈妈的标，因为我妈妈刚打靠就是太油啊或太咸，或是吃不清楚，我妈都爱干净，所以她就不大爱吃外面。所以我知道我妈妈如果这样的，我妈妈也是回去弄。那我相信很多长辈也是跟我妈妈像我妈妈这样子，也是回去要张罗自己要煮啊要吃啊什么的。那自己看了就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要把1个月1次的爱餐，我们把它摊提到这个每个礼拜都有。我才提出这样很大胆提出来。那但提的人就是我自己要胸有成竹。其实坦白讲，我没公盖好。其实坦白，我自己每个礼拜要煮什么，我都会再上去 YouTube 都看一下人家做法。有时候看一则还不清楚，我就在看别则，阿基斯啦，还是说那个汤姆士啦，那我都有看。所以我就看人家怎么弄，看久了我跟你讲就成为自己的了。所以我就觉得现学现卖。而且前一天我昨天晚上还在看。我到底要煮什锦面呢，还是要煮的？后来讲沙茶酱还有，我就加个沙茶进去，没想到今天2大锅吃光光，也没了，真的我都觉得到底要煮多少？常在想到底要煮多少才够啊？真的给自己很大的考验，因为我希望把所有的经费都用到极限，我不希望浪费，我不希望说造成太多，那怎么样？结果现在是。供不应求，所以这也给我很大的挑战。只是说，自我就是我当然真材实料，真金不怕火炼嘛，不怕大家对不对？不喜欢吃，我觉得我都有这个自信。我自己也当然尝了1小碗，觉得还不错就是都真材，因为我们熬了好几个小时的那个高汤，那都是真的很健康、很营养的那当然感谢很多同工就一着急，像我银发族。145的志工，因为都帮忙打餐，因为以前用的时候，做的时阵，会1碗饭炒饭，1碗炒面，1碗炒米粉，每次来就这样。其实我看了自己，坦白讲，我做了我学期，因为我是5月就任嘛，后来我是到隔年的3月我才改，有整整的半年，也是一样，每次就是一锅炒，因为为了节省经费，所以都是一锅炒饭、一锅炒面、一锅炒米粉或是一锅油饭。那来以后，我在帮长辈弄的时候，我就说，长辈这样吃这样子好像不大够，我就觉得我每次咬，其实我看久了我也会腻，我就觉得长辈怎么就吃这样子，我就觉得好可怜，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后来我一直说好，那我自己要想办法，我想办法就是说，第一个，我不要再用教会的经常费，所以我就跟我自己也很有志气，在那一年的事工研讨会的时候，我就跟我就说我靠社会局补助，那不足的我在想办法，不足的我在想，周遭我的其实大家我的同事、我的好朋友、我的妈吉，其实他们都很赞同我做的事，他们就说来，你如果不够要我告诉他们，我只要张开嘴巴告诉他们，他们会愿意甘心乐意来为这样的事工奉献。那我都很感谢，所以我就说好。在隔年，我就很大胆的说，跟教会不要就是社区的经费，完全不要经由去跟教会申请。所以呢，这样子我就觉得教会好，我们有教会的预算，那社区我就这里，除了社会局补，当然一定不够，因为1碗炒饭1碗炒面，后来我改掉后，我变成4个菜1个汤，然后再加1个水果，水果就是每次我这样子从家里然后再提来，其实我坐计程车的钱都比我可能在这边买，可是我就觉得我们家那边水果比较好，所以我就是买水果来，然后呢就是4个菜1个汤，然后呢因为后来就是因为丽姐因为这太辛苦了，后来也结束不做，那后来就到那个金站，就叫金站送来，所以等等就是说，其实坦白讲，现在长辈吃了，他们也都觉得我现在社区其实也不怕没有人报名，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人在问了，那我已经跟干事讲了，这学期已经都满了，不要再报了，再报就报明年的，因为我们越做越好。像后天要带他们出去1日游，
那我都觉得我们就是让他感受上节日有节日期的时候，邀请他们到教会来参与教会的生活，就慢慢融入，大家熟了以后，对不对？常常有教会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礼拜的时候，我们就邀请这些长辈来。好，那另外当然就是凡是我就说我们一个信徒，我们不该有丝毫的挂虑，无论我们的试炼有多大，痛苦有多深，或是困难有多杂，反正都不能叫我们有挂虑的理由。为什么？我们有阿爸父。好，我自己坦白讲，我今天早上就讲今天早上，我下车，然后我这个皮夹掉在我们教会门口，我不知道哦，我都不知道，我都还不知道。后来是郭仁吉长老捡到，那郭仁吉长老不敢开，然后呢，一节传道刚好去中港教会，去正道，他们两个说，那两个到底垮，然后打开来看，然后就翻，然后就翻看要找我证件。他有看到就我的名字，就是我的，所以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很感谢因为其实身上孩子对真的会忘记还真的还蛮多钱的，还蛮多皮夹的，太有钱了。对，而且真的掉了，自己当下，如果今天被外面路过人捡到了，就拿走了。我可能所有证件要重办，我这皮夹失而复得，我已经3次了，真的3次了，已经3次了，这是第3次，今天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真的我很感谢，我真的觉得说这样在做，我觉得天父阿爸真的就派了那么多的天使，真的有一次还被捡到警察局去，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都认为放在家里，我都很笃定放在家里。后来呢，后来警察说念我的号码，然后念我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说对啊，每一样都是我的啊。后来我进警察局看，我以为诈骗集团。后来到警察局去的时候，把我东西全部摊开来看，真的，我就觉得很感谢。如果在补办这些东西，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补办起，所以真的很感谢。所以我常就是让我们要常听阿爸父常跟我们讲的，我们就应当就是很凡事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都觉得，我都好加在今天的事情才揭发。他们说你怎么那么迷糊？我说这已经第3次了，我都觉得不意外，就是真的，然后被捡到，被教会的弟兄捡到自己真的感谢，我还是感谢神，凡事感谢。凡事真的，我们就是要跟阿爸父祈求，把我们需要什么、欠缺什么告诉他，一定有人会供应你到足够。好，谢谢。谢谢敬会长老做这样子精彩的分享，也谢谢他每个礼拜天都给咱主动到的，真的非常谢谢。过来请礼拜部内底同水的丢落了你们得罪了礼拜部的长老，这个长老，所以她才最漂亮。礼拜部最漂亮。我不大会画图，好，看得出来。这一支比较有水，你有水哦，这个看有水。你现在是蚯蚓还是抓？蛇还是蛇？还是蛇还是蛇？毛虫啊！这支比较有水。没关系，可以吗？我只是代表画一下而已。在还没开始之前，这是什么形？圆形，对不对？圆形如果从山上滚下来，是不是很快？很快，他们都滚得很快，他们都很完全，3个圆都很完全的圆，对不对？等一下给你们看。可是呢，就有一个圆，他自怨自艾。为什么我的同伴都这么的好，这么的完全，可是我就是有缺陷，我不足，我光从山顶上滚下来都不顺，然后呢，口来口去很不顺，可是我的同伴好快好快就下来，因为我有缺陷，我滚得不快，所以我看到毛虫的时候可以跟他打招呼，我看到树的时候跟他问个好，还可以跟太阳 say hello， 我就可以这样。人家滚到天边海角去了，我还在这。然后他说我是一个不完全的，所以呢，我要去找我缺的这一角。结果他就找到一个角，耶，好高兴哦，可不可以来补？不是耶，不是，这个不是我啊。
耶，又找到一个了耶，是不是？也不是，很顺啊，不是啊，很顺啊，也不是。又找到一个了，是不是？不是，也不是。好，后来呢，他找到了，哎呀，刚刚好，刚刚好，所以呢，他就跟他的同伴一样，滚得好快好快，看到毛毛虫来不及 say hello 就跑掉了，看到树呢也来不及说你好跑掉，看到太阳也来不及跟他打招呼，他就滚掉了。我用这个小故事是要跟大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完全。我特别感受到，从我以前小的时候到现在，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可能我是在乡下的教会，所以呢，牧师讲的、长老讲的，我都牢牢记得。他们说了，我们就要说是。对信仰是很单纯，就没有再去想什么，要你去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在我都很小，什么上台的经验都没有的时候，爱我去讲故事比赛，主日哦，我是上家己中会，一看去，遮尔济人，开始咧讲故事时，拢讲到拢想到背到偌熟的就对了。行去台仔顶的时阵，看到人，迄喙齿咔咔到裁判拢有听到咧，吼，不是冬天，足紧张的就对。我咧想，上帝互咱，拢毋是你安尼完全的时阵需要你，这是缺的时候，那这个谁来补？上帝自己。对，上帝就会来补，不要害怕，这是我的体验。那在开始的时候，我就要承认，我有5个长老。教会有5个部，选到长老的时候，其实我为什么会礼拜部？我有算计，我就咧想啊，我即摆吼，今仔日伫遮吼爱甲上帝认罪，我就伫遐咧想讲5个部，关怀部遮尔无用，逐部拢足无用的，对一部较简单，干那礼拜日处理就好，安尼礼拜部头轻松。我就安尼想啊吼，礼拜部头轻松，因为迄阵搁伫公司嘛吼，真无用。我就找一个较轻松，就礼拜部。我就要开始要分配的时候，我足紧张，礼拜部去用手气呢哈。我要爱礼拜部，这没钱嘛，有想要礼拜部。我想讲，哎呦，关怀部爱足侪时间，我无时间啊吼，我爱找迄个较有用的。我甲你讲，我选到了，我足后悔。因为迄阵咱无牧师，过来呢，头拄仔潘会长有讲过，教会的丧事有够济。哦，了后我真正足后悔，阮是安那伫这时阵，你知无？检查咱昨礼拜足顺时伫咧检查，我伫咧联络牧师的中间，足侪代志的，连咪好啊，拢摆好，一柜拢摆好。即个牧师敲电话，迄个管歹势，迄天我安怎我迄阵无注意着，迄天我袂用即件，即摆换即个，惨啊，时间要到啊，要安怎？好，你又开始找，毋是所有的牧师你拢熟悉，对毋对？咱搁爱找，咱感觉较适合，毋是讲上传道理拢嘛是共款，有诶是，别咧教派是啥，咱爱找。哦，我足紧张，逐工拢足紧张，即摆摆书会时阵嘛是共款。摆了，即礼拜是你做啥物工课？你服侍啥物？过来，搁有代志啊！我袂使，我无爱啊！我就是拢安尼，规工我讲，哎呦，我哪会是说，我若是要较轻松，哪会变一个较无用的，对毋对？毋过我感觉真正感谢上，我有时常伫咧想，阮有5个长老，当然较早是阿弟，阿弟去美国了后啊，换迄个位长老，我感觉。伫这内面，上帝拢有好的意思佮安排。5个部内面，我感觉大家部拢真认真，佮做了真好。我感觉是上帝伫咧安排甲你派。我本来是家己想，我先来选一个，我第一个选一个较轻松，哪会知？毋是，嘿，真正毋是。好，所以吼，我有伫遐有体会着，就是讲。毋是你想的安尼，毋是你感觉轻松。伫做上帝的工内面，我感觉伫做上帝的工，你若是用安尼的观念，就毋对。所以伫遮我要问大家，当事工咱伫教会有事工是你用选的，还是上帝的呼召？
上好调。对，咱拢知影。毋过咧，有当时有人需要你的时阵，你讲哎呀，这个我袂晓，因为我欠一角，我袂晓啊。对，换你拜托你来做啥物好无？哎呀，我袂晓，也是等我有闲，等我安怎的时阵，我感觉毋是。第一，你要有勇敢，你勇敢。当我徛咧台仔顶，要讲故事的时阵，主日学的时阵，要讲故事的时阵，伫遐咔的时阵。裁判甲我讲，裁判是牧师。伊讲你毋免惊，你祈祷一下。迄牧师咧开玩笑，你祈祷一下。啊，我真正用单纯的心祈祷。你祈祷的心，就想着阮教会一个长老甲我讲你着家因当做拢西瓜就好啊，安尼。后来吼，我转甲我的目睭看去后壁，拢无要看因啊，吼，拢无要看因。佮记得老师甲我，迄阵我着开始想起老师甲我讲，你咧讲故事的时阵爱安怎，爱笑笑。啊，声音有悬有低，安尼，我就开始看头前，不管伊哪，我就开始定睛伫我的故事内面。我会记得迄天讲的故事，嘿，迄天讲的故事是阿伯来喊，安尼，就开始讲，哇，我无得冠军，头前有人，我得第2名呢，哦，真正家己中的第2名呢。啊，就为遐开始，我就有信心，就是啥，教会。若派我做啥物，我就做啥物，我就相信。阮的校长甲我讲，放心，迄角上帝甲你保，迄角毋是你努力的啦，不是你努力，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完全会很快没有错。可是很快的当中，你什么都没有享受到。你若是即个完全上帝爱你的时阵，你所做的真完全，感觉真好时。迄是你家己熬，对毋对？毋过咧，咱若欠一角来做完美的时阵，迄是上帝保祝你，保祝你。所以我感觉，我的感觉，无一个人拢哈尼熬，哈尼好。检菜咱看伊光鲜亮丽，毋过伊的背后安怎，你毋知。你感觉哇，伊囝己实哈尼多，你毋知伊的家庭安怎，拢毋知。你看伊家己独身，哇，偌自由偌好，伊的艰苦咱嘛毋知。所以我伫咧想，检菜这一个圆，这一个圆是伊补起来，伊嘛是减一角，无完全搁较大角。这嘛是一个圆，啊，毋过咧，伊减几啊角，这几啊角有可能是伊家己努力补起来，嘛是安怎，嘛是有上帝。所以咧，我感觉伫咧服侍顶悬，咱爱认捌一项。你咧服侍的时阵，你是要选择，还是要听迄个呼调？需要你的时阵，我感觉有一项代志就是，我毋知你有当时会想着讲，我即马想要食啥物？我有听一个医生讲，伊讲你若有一个时阵一直想讲，哦，我现在好想吃饭啦。你平常无安尼，毋过我即马好想吃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你缺了这个，你就去吃，那有人说，我好想吃这个，可是呢，我糖分很高，我不可以吃。可是你又很想吃，你就去吃一点点，一也满足。哎，可能你的身体在告诉你需要。好，今天在我们的服饰里面，也许你是在选择，像我要选。5步要选对一步，家己伫遐选。检菜，我来迄个足大组好啊，反正礼拜日来就好。也是我来爱餐即部分，也是我去对你咧选择。咁你敢会捌听见有人甲你讲，某咪人，你来甲我斗相共，啥物好毋好？伊就是需要你，你敢会用即个？哎呀，我袂晓，也是我年纪大，我年纪大了，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现在都用这样的心态，到底我是要听神的呼召，还是用我的选择？可是我觉得，在顺服里面，你所不足的，上帝都会弥补你。你放心，这是绝对的，这是绝对，你要相信上帝会弥补你。我很喜欢一个经节跟大家分享，那个诗篇92篇。诗篇92篇，我读互大家听吼。
13节甲15节。我真爱一个，伊当年头前咱也为12节看第赛，他们栽种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望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能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我想说，我们彼此勉励，因为5位长老内面，阮真正拢唔是早就有训练到的，就是上来就要处理很多事，特别我们要处理一个是聘牧的事。聘牧的事，我想除了咱拢足认真、足迫切伫遐祈祷以外，阮长老嘛是战战兢兢，我们都迫切的祷告，相信神一定会安排。当然伫真久的时间无牧者的时阵，嘛有聘牧组，伊嘛真努力。要聘牧的时阵，咱拢爱考虑会友介意无，然后呢，对咱的事工有需要无？来，我毋知其他的长老安怎想，我家己改变我的祈祷。我讲上帝，你家己的殿、你的圣殿、你的教会，你知我的需要。搁来要安怎行未来的代志，阮拢毋知。毋过你通清楚，带阮行什么的路，你就为阮备办，就为我们预备，不是用我们挑谁来我们教会是适合的，而是主，你知道我们以后要往哪里走，你就为我们预备。所以我就安尼祈祷，把这个代志徛在祈祷中，一直迫切安尼祈祷。来知影有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搁伫遐考虑的时候，不要了，走吧，走。我们真的是速度很快，我们就4个长老，又一个伫花莲，我们就去，就小会，我们就去牧师那边。牧师他们也不是早就，那时候他已经辞掉他原来的牧会，他也不知道我们去，我们是突然去，都没有先约，就这样，神为我们预备，而且很凑巧哦。当我们在跟牧师聊，跟这个志梅牧师聊的时候，聊到一半的时候，刚好有电话来，志梅牧师有电话，那时候还传到他接了个电话，那个牧师的电话也在鼓励志梅牧师说，志梅牧师有他那个牧师不知道我们去耶，他说建行教会一敢推荐建行教会和志梅牧师。都不是电话是推荐建成，对，那对方不知道我们去，我们是突然去，志梅牧师也吓一跳，这个是哪个教会来？我们都没有说，我们就去了，而且讲到一半的时候，就是他接到电话，他说等一下，我有电话，他就去听电话，那一通电话就是在推荐建成教会。你看神的动工真的是很奇妙，还有真的是。我真的深深的体会，从做长老到即嘛，我深体会，你唔免伫遐计划，你唔免伫遐选择，你的主权交给上帝，神会为你预备。另外第二个，我们都是有松年团契的，有琴社团契的都好，可能在事工上这好少年的就好。咱教会讲真呢，今仔日去你台顶53岁，剩的就是阮家的，也未70岁，唔过也超过50了，要60了。这边又一旁人，我们的年轻人有多少？很多事都好笑人的好不对。我们就刚刚我读了圣经，靠着神加给我们的，我们还会常发青。那不要觉得我还有缺这个，你如果相信神会为你弥补，你就不要觉得我老了，我没有用了，不对，在神的眼里你是最有用的人。好，以此跟大家分享，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丽娟长老的分享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那个同工，就是进行会长的改选哈。那会长的改选，在改选之前呢，我也分享一下我在2年前想要做留会定委哈，我来呼应这个丽娟长老讲的话。2年前的会长改选我是在3位弟兄礼让之下哈，上帝赐给我的福分我也用这句话你就刚强壮胆，向前行我用这句话来回应那个丽娟的话哈。那接下来我们会长选举的条件呢，就是说，我有跟那个教育部长雅玲长老师说，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尽量不要在职的长子来做，好。第二个女生可以做哦，因为女生做太太做，男生也会跟着互视啊，好，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样子选择性就比较大啊。所以我刚刚就是讲，第一个是尽量不要选现任的长子啊，好。那再讲一次，第二个就是女生也可以做，好，这样子好。那选举的方法就是延续过去的，2年前的讲，咱选3个，好，选3个，每一个都会当投票，那我请美玲来做统计，安尼好不好？那就是选3个，我们不用记名投票，我们就用举手的后啊，安尼好不好？好，有没有？提名，然后提名3位，先提名前。我人拢无来，一定要夫妇吗？不在的可以提名吗？不在的可以提名吗？当然可以啊，不要走人，现在就好了。不在的可以提名了啊！不在的可以提名。当然可以啊，现在这样讲说不可以，大家都走了哦。因为我们都不要被当选，刚好有乒乓球，没事就可以了，比赛。还有篮球、乒乓球都不在。不在的可以提名吗？我先请教各位弟兄姐妹哈，不在的哈，好。他不知道他有没有负担，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好，不知道，没有关系哦，因为他有缺的那个。我先讲，我们提名3个，我们按照这个顺序记录哈。假设第一个因为有困难或者是怎么样哈，在第二个我们去慢慢去争取。我想这是上帝的好分的哈。我刚刚已经有强调，你就把上帝当成职位来做哈。你莫甲当作讲做会长会了钱，无啦，无这个代志啦哈，不是这样，是奉献啦，我是刚刚是奉献啦。因为这你有的人奉献好，我是刚刚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世俗跟那个，你要把它当成世俗的角度来看，用神的角度来看，容易啊。好，来，咱就来举手提名，好不来？有那么快？文和丢了。长职的，要不要长职的？不要啦，因为怎样的？温和其实买难卖温和啦。为什么？我是因虽然是阮翁吼，但是伊做代志也袂少，因为他探破拢爱给他载啊吼。然后还有现在主力哈，没有，不啦，主力在那个篮球跟桌球什么这些都有在。他很忙就对。真的不是啊，我是说尽量有其他的，因为其实我跟他我进来，你怎么会这个屌诶？那个郑梅长老的话，我们有听，他有交代说，我们有听进去，但是表决，假设真的是文和长老当选的话，我们再看看是怎么样，好不好哈？我们都尊重。来，第一个是文和长老，第二个提名的是我郑哥这队长。没出啦，没。好，是人是不是？是人。惠良啊，惠良的歌。然后第3个提名的是惠良的。还有再讲一个话，你站起来。2年前就是现在没有关系啊，同意。他是说这样的话会怕变成说2年后又是排你来。我恭维了，他讲话。好像今天他讲话了。 4年前我当选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负担，也是有神有给我一点感觉。这一次要选的时候，原有跟我讲，我有去感觉，我没有感觉。所以如果说有没有神的这个旨意哈，我要很，因为我这阵子我不晓得是神给我的功课特别多，还是我公司的事情真的很多，所以我真的没有感觉说神会给我做这个事情。他2年前真的是我是就是这样接下来，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这个情形啊。好，惠良的话我们也听进去了哈，我们非常我们在因为有2个有这样的意见，我们再补充提名的有谁要补充提名的？萧关远好。来，雷关丢了。不是来丢了，袂使啦，你讲雷关就袂使，你讲丢了就是袂使做啦。你也是讲因翁就会使啦。武兰可能他最近要去受训，要去国外受训。关远。
好，那我们就4个结束了哈，就这4个来，我们来提名，每个人都可以投票。哎，那个我不是执事啦，哎，你卖给我不会执事的会吗？不是执事，会长。我也不是执事啊，啊你也不是啊，我嘛不是，我会良能年级伊嘛不是执事，对不对？那不是执事啊，他是说不执事不要，这里就没有执事跟长老。对。这4个都没有执事跟长老。好，我们清楚嘛，写晒。那我跟顶讲一，我跟顶讲一遍，在座的兄弟拢会当投票，每一个拢会当投，你当投4票，吼，安尼较济。你4个拢会当投，你嘛当投3个，你嘛当投2个，嘛当投1个，安尼好不好？好来。一个人最多投几票？来，哎，查甫休这啊，一个查某，2个查某。也是夫妻啦。夫妻啊，好，假设你当选，你也可以选一个女会长、女的副会长也可以。OK， 好，好来，说的一个人是都可以4票都可以4投的。个都可以，第一轮是这样，第一轮是这样。好来，文和长老的请举手，来。你做哪个可以做？去委员来，我要会良。去人家几摆？也4摆，大家都在讲哈，你们来，好，第2个蔡世恩，举手什么？一样。哎，尽量给，我们会帮你。我跟你讲，来，我们帮你，就是这样。来，会良弟兄。7票。好。哇，萧官员。不啦，哎，我乱选了。4票啊，8都可以选，9。1、2、3、1、2、3、4、5。1、2、3嘛，4、5、6、7、8，你们要不要？不要了，哎，不要了。9，那就10票。好，哎，好，那你现在签，再聊一个，我们3个再重新表决，一样哦，这3个大家都可以投，对，大家都可以投。好来，我们可以当副的，全力支持这样。 OK， 这都可以讲，好来。文和，请举手。哎，跳光也要拿掉啊。没有啊，他是最低票拿掉的。举3个，尽量让。来，文和举手，哎，文和了，每个人都可以。文和了。6、7、8、9、10、11、12票。我们2个不能投票，我们会提。蔡世恩的，给你2、3、4、5、6、7、8、9、10、11、也是12，你再举一次，我。哎，你们家弄一下，哎，会长不举手吗？我们不能投啊，在照片我们2个你自己的他没举嘞，举手了，加一票自己不是12对啊。对啊，我们自己没有，他们2个人去谈好的。同分。不是，自己没有举手，两个去仓。别了，光远再把它表决完啦。萧官员，来，萧官员。哦。1、2、3、4、5、6、7、8、9。哦。那2个去谈，你们2个去谈，好不好？跟他讲，我不知道，我不再来叫一个上来，再去掉一个，叫他上来一下。叫文和上来啊。我们这3个你们昨天在选的时候，没有在场的人不能选，这样就是啊，今天怎么没有在？请文和上来啦。现在哈，那个趁红玉去请那个文和长老上来的时候，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有意见可以发表，因为可能能弥补大家有些想不到的意见嘛哈。对啊，他也来，那个信真姐妹，你按怎讲？像我觉得说他也不在，然后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被选上，那我觉得他那种责任会觉得说，对，哇，我尴尬，我来现在。所以现在红玉是下去请他嘛？再表决在楼下，对，现在请红玉。昨天好严哦，昨天在选那个妇女。